山是台湾岛屿面积上大的地貌，也是世界上特别的自然宝藏。台南市美术馆展览《引领的月光》，以山为设定概念，透过山的主题，探讨山甲人之间的想象，以及台湾的共存模式。基本上，其实我们回到人性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些高山很高深莫测。那以人性来讲呢，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对于未知的东西，就会有一些想象。所以在展间里面呢，有包含就是幽冥的灵动之域，就是在讲说，人对于这个敬畏态度之间呢，对于自然的一个想象。另外就是在第二子题的部分是那个循着明晰的光，因为台湾是在那个历史地理的时空流转之下，其实会有很多的变动。第三子题呢，也最后是回扣到我们希望还是一个谦卑平等的态度和山当朋友。参展艺术家总共有26位，透过各种媒材，高定出无共创作形式的作品。展览也组织了侪艺术家的第一次，参像是山脚画家吕基正，是第一次把素描草稿摕出来做展出。还有以摄影上记录山脚的麦觉明导演，也第一次把伊的作品做展出。这次也选了蛮多国际性的艺术家的作品，那他们其实也都是来台湾驻村，或是想要了解台湾这里的一个山林的，或是说民族性的一个脉络或故事。那所以在第一展间其实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作品，就是香港的艺术家谭若然及曾敏富的作品，它叫《共生回响》。那它是一个山脉造型，那它有LED 灯条，让它的那个铁丝网跟上面的纸浆有把那个山脉的肌理从大到小展现出来，然后跟它周围的绘画做一个对照。这些艺术家他们其实创作的历程就像登山一样，我们需要的是身体力行跟精神的修行，就像他们去想创作脉络，然后并且身体力行去落实这件事情，走到山里面进行踏查。所以其实他们在关心这个环境的过程，也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还是有那一份勇气跟那一份诚心，想要跟自然就是做一个失衡中的平衡。展览一路展出到11月26号，欢迎大家到南美馆来欣赏，用心甲艺术家做伙来感受山脚丰富的面貌。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